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美国官员放出风声，讲在拜习会顶头，习近平火箭指控，而且或者是35年有拍台湾的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美国、英国、俄罗斯亚弃权了后，15头一届通过加沙地区延长人道暂停决议。国道5号雪山崩坑行有轿车、货车、游览车7台车拢做伙，造成塞车，这倒一个车程有5公里长。拜习会伫今日举行会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记者会。拜登表示讲，有甲习近平表达希望中国莫干涉台湾的选举。也若有这美国资深的官员放出消息，讲这习近平火箭指控27年或者是35年有这拍台湾的计划。咱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仲干表示，若准是安尼先讲，习近平就要用具体行动来证明。I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We maintain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m not going to change tha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拜习会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召开记者会，台湾议题加做关注重点。记者第一题就问拜登访回台湾的承诺，敢是会受影响？拜登搁一摆表示，伊中政策也强调无意改变台美现状，搁较正式伫会中要求北京尊重台湾大选。Well, I had that discussion with him too. Made it clear I didn't expect any interference, any at all, and we had that discussion as he was leaving.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伫会中讲，美国应该将无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伫具体行动上，更较爱停止武装台湾。也毋过，美国前因报道一名参加会议的高层官员表示，习近平明确说明，北京方面希望和平统一，更较指出，听到美国各种报告，讲中国当计划2027还是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言论中有支持啊受其否认，表示根本无这款的计划，无人甲伊讲过这款的计划。过去这几年来，在这些周边的一些军事上的作为或什么，如果可以因此把它取消，那我想具体的行动也许会是更好的证明。对于拜登总统再次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总统府也表示，感谢拜登的谈话，搁一摆展现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已经是国际上高度共识。因为这个时阵，共机也是继续交代，公布正式共机10架次，共南5架次继续伫台海时区域活动，其中4架次共机进伫西南空域。国军运用任务机南架环边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加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在拜习会当中呢，双方也同意美中恢复军事沟通。美国总统拜登也讲，这届的拜习会是一场上有建设性的对谈。面对着记者的提问，拜登也讲，习近平是独裁者。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I agree. 慢慢建筑会场上车前也阁继续讲，美中经贸关系好亲像因为两个领导人的会面有较弯曲。拜习会15日旧金山费罗里大农庄落幕，双方伫将近4点钟的会谈达成真侪项共识，毋但搁再有军事联络，嘛同意成立小组打击毒品分摊年，搁伫 AI 领域做进一步合作。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the PRC, but will manage that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so it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or accidental conflict. 拜登讲，这是一场有建设性的对谈，佮学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人真阿萨里。不过会后，互记者问到，是毋是也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拜登无相骗。And he's a dictator in the sense that he is a guy who runs a country that is a communist country that's based on a form of government totally different than ours. 北京表示，拜登伫会谈中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表达关心，也甲习近平提供扣人认为互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名单，希望因会当得到释放。不过双方无达成共识。习近平会后演讲时提起家己较早伫美国生活的经验，表示世界未来需要中美合作，两国慢慢为人民互相往来建立更加侪管道。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不过习近平嘛警告美国唔通干涉中国内政，伊表示中国无要挑战甲拼过美国，美国无应该打压也甲压制中国。若是 APEC 场第4周围嘛组织真济抗议的民众，包括反 APEC 的团体，也有大力支持西藏独立，替代表西藏自治政府坐山西旗的民众，加支持习近平来访的民众互相化休。综合外媒分析，虽然这届拜习会会当缓和两国紧张气氛，不过也是无度解决长久以来无共的看法。会后也无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关系无法度得到重大突破。公司新闻neu眼编译。拜习会结束了后，除了要开互美中军事沟通，也有一项就是要禁止止痛药啊变毒品乱用的情形。不过有学者分析讲，这美中关系想要降低紧张关系，但是伫咧关键议题也是无法度讲好，特别是台湾问题。认为这美中未来竞争关系未改变，对台政策也未变动。拜习会影响美中台关系，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举行座谈会，分析未来走向。真侪位学者为拜登后续谈话的回应，明显感受到美中想要降低紧张情势。不过为会后无发表联合声明，这状况会当看出也是有无共意见。尤其伫关键台湾议题，也甲科技管制议题，双方也是各人讲各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台湾的问题，中美之间呢各说各话，各自表述，但是呢，只要约制为主。现在看来，拜登想要建立的护栏，其实就是透过各种的对话，双方的对话，去层层叠起，避免冲突。学者认为，虽然短期内台海无真大的风波，不过中国未停止军事试探的动作。习近平虽然伫会中否认有短期武力攻台计划，不过整体也是伫咧甲美国讲，唔通调整红线。唯有共识的，就是美中各再有军事沟通管道，这是较有具体的成果。中共对台统一可能在他的时间表当中，但是武统呢，这件事情是你们在讲的。或者是应该这样更准确来讲，就是说，武统取决于美中关系，恢复军事交流，保持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中关系里面比较相对正面的讯号。但我也不认为在美中关系慢慢的改善状况之下，台湾的议题会有被牺牲。或是被减损。学者指出，美中竞争关系未改变。另外，这届拜习会中也提起航班扩充、人员交流、禁毒、AI 各方面的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款的走向，也是要看未来双方官员接触的形式才知。记者综合报道。缅甸今年8月中开始和中国合作，要掠境内电信诈骗集团，15甲277名电信诈骗犯交予中国警方，也讲其中6个是台湾人。咱的外交部回应讲，目前是无法度确认这资讯敢是正确的。也那这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那总有必要会启动两方共同打击机制协助处理。外面内面当在做嫌犯移交的作业，大家乐就是看无上尾伫倒。缅甸今年8月中开始和中国来合作，大力打击境内的电信诈骗集团。缅甸北部的佤邦政府目前已经向中方是移交几千个诈骗犯。根据佤邦媒体报道，15个一摆向中国警方是交出277个电信诈骗犯，其中有6个是台湾籍。我方暂难确认相关资讯是否属实。国内主政机关已持续透过管道查证当中，国内相关机关协调合作，协助受困缅甸国人尽速安全返国，并将涉案国人交由我国司法机关进行后续侦办及审理。外交部表示讲，暂时是歹确认相关的资讯敢是真的，会继续透过管道查证，而且和法务部警政署、移民署来合作，帮助受困民众较紧回来台湾。刑事警察局已经进一步的在求证当中。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必须要启动两岸共同打击的机制的。法务部的国两司会有联系窗口我们会来做协助处理。蔡清祥强调讲，两方强大的联络管道嘛是会伫立，有必要嘛会做资讯的交流，嘛是根据两方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合作协议的规定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进前伫立法院报告，开放旅行团去中国先限制1天2000人次，旅业者是真不满。交通部长王国材今是搁再强调，陆委会唔是伫咧动，是用今年8月数字来评估。那准这要去中国观光的人数超过限制，交通部会和陆委会沟通。
各大旅行社的中国旅游团行程，伫交通部宣布禁团令要解除了后，上市大热卖。不过陆委会是讲，初期逐工限额2000人，业者真不满，认为政府部门各人做各人的，各质疑陆委会是伫动人。对这代志，交通部搁再说明，也是请业者继续招人客，若是人数超过限额，再过来想办法。明年春节前宣布，然后3月1号出团，进出团哈。这个是不变的，我们看整个的这个状况哈，会跟陆委会来讨论哈，做一些调整。旅行工会专联会指出，因为目前2花航点也未甲较早同款机位用抢的，对于中国团也伫要解禁，机位需求较济，航空公司拢要求旅游业者爱先付定金，甚至爱开票结清。业者话讲，希望交通部政策爱明确，若无业者头都洗落去啊，到时阵煞无法度出团。现在各家的。就是人数来讲，也都蛮踊跃的，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关团体是整团包团的。对于主管机关政策无明确，旅游业头人详细是讲，2019年中国团平均每个月出200团以上，而且初期会甲较早比起来有3成的水准。老二号可乐旅游也讲，虽然中国团毋是公司主力的商品，不过产品也是上市了后，目前有收将近700个的旅客。对于逐工2000人这个限制，会配合政府政策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正出名的土豆酱，最近伫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当中呢，讲这土豆酱内面的黄曲毒素超过标准，民众食落到地可能会引起肝癌。业者今仔日出面来发冤枉，讲这香港是用过期的产品去抽检，数据根本就问题，已经请律师去香港说明了。那新竹市卫生局表示，逐年拢有检并无问题。店内拢是要来买物件的人客。新竹这间活70年的老店，其中真出名的土豆酱，最近刷予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点名，验出黄曲毒素超过标准，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希望服务员呢能够去做一个更详细的检验，然后来发表个声明。业者提出报告发冤枉，讲家己的产品完全符合政府的规定。佮在门口打出今年11月初7上验的报告，另外把质疑对方用来检验的土豆酱，早就已经过期花1年。这都是检验报告的资料，对，卫生局不定时的抽验，50年了，一直都没有事情。这已经过期大概快1年的东西了，那你跟我发布11月15号发布黄曲毒素超标，那你这检验的时候的过程是不是已经超过快1年？你给我拿去检验？卫生局指出，逐年都有针对业者的产品做检验，目前并无发现产品有任何状况。业者目前已经委托律师向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要求说明以及澄清，等待委员会回复了后，会再向外界说明。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高雄的过港磅空连续2天拢发生车祸，今早起11点多，可能是逐台车拢无保持安全距离，所造成4台车拢做伙意外。若讲到宜兰的蒜山磅空，今中道也发生7台车，有这轿车、货车、游览车拢做伙意外，后壁塌车倒积有5公里长，这事故原因也搁伫咧调查。国道5号蒜山磅空。南向19.6公里有7台车拢做伙，其中包括2台货车加1台游览车。最后弄起的游览车挡风玻璃破去，好在在车顶的乘客拢安全。那头前旅行车驾驶的脚车片无爽快送医，也有一位货车司机的脚受伤。7台车驾驶人的酒测值拢是0，肇事原因也有待厘清。现场含1部大客车，总共7部车，1人皮外伤，不需至医院治疗。另1人被捕不适送礁溪信和医院检查。这个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迈向后壁踏5公里，伫下道1点排除。另外，高雄过港磅空伫我中道也发生车祸意外，机顶往前定方向磅空来4台车对撞，全部拢是连接车，其中1位驾驶的手骨受伤。港务警察总队协报前起诉图，初步调查可能是车辆无保持安全距离。大车未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过港隧道它本身有下坡跟上坡，下坡、上坡都容易造成事故的主因。
贵港本坑15才发生3件交通事故，今年以来已经累计26件事故。警方呼吁驾驶人经过本坑一定要记得开头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中区境中道伫自由路加成功路口有一栋透天厝发生火灾，这消防局出动70人来拍火，因为现场有一寡旧厝拢是这柴起的，抑个大铁厝的，一烧就烧过4户。虽然消防警员有将2个人救出来，其中一位是脑麻患者，倒伫咧眠床顶头部逃走。消防警员该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过心跳，送病院也救无回来。3楼加起的透天厝规个烧起，消防人员用水线喷水降温，将面破坏隔壁店面的铁门，要确认是毋是还有人掉伫内底。我是看后壁栋遐有火在烧吼，水拍无着要去哪讲？我隔壁有一栋厝啊。十六中道伫台中市中区自由路加成功路口的透天厝发生火灾，因为现场拢是联动建筑，消防人员当时为地面甲顶悬喷水，避免火传开，嘛进入导火下面加搜救。第一时间伫2楼救出2个伤者，因是伫遮遭厝，分别是21岁姓张的查某囡仔，甲44岁菲律宾籍的看护。若做伙大姓张查某囡仔的后籍，一个收到消息，就赶紧倒来了解状况。我即摆较赶倒来俩，我人去咧卖菜啊，我唔知影都人搞联络，我才赶倒来。都即摆烧去即栋啊！阮保有个查某囝啦，阮老婆的查某囝啦。消防局表示，送医的县长女子是脑性麻痹患者，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经过病院抢救也是救无倒来。照顾伊的外国籍看护士也在人。另外一个伫1楼叶红仔旗店救出来的细汉囡仔嘛，预防性送医。因为木造建筑物它燃烧其实都会蛮快的，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其实就是要赶快的去从旁边去防止燃烧，所以我们才会从旁边也一并的破门，同时布水线进入抢救的状况。消防局指出，导火建筑烧甲真紧，当中有4间店面烧着，火伫1点钟后就控制，火警的原因也需要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花莲受风向有民众伫咧山区内面安电网啊，讲是要保护菜园啊。数一个民众初一暗时去附近拍蜡，无细力去夹到这电网啊，所安尼来电视。地主含伫安这个电网啊的人呢，拢互依照过失致死，抑个违反野保法等罪嫌送办。家属和救护人员是轮流对倒伫涂骹的查甫人做 CPR， 但是同款救袂倒来。65岁细个的查甫人初一暗时出门去拍蜡，过灯工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呼吸心跳，研判是无小心去摸到设伫草地顶悬疏失的电网。虽然地主讲这电网是为了保护菜园啊才做的，但对这家属是质疑讲，伫现场根本都无看到什么农作物。土地的四周围都没有种植任何的水果，包括他们放电网的这一块土地也没有种植任何东西。据我所知，好像是1万伏特啊，所以我们一般人或是说租建的话，一碰到一定是马上倒下来。为了防止农作物互野生动物破坏，农民会当设电幕器围网，而且会当得到政府补助3%的费用。但是你要得先经过专业评估，做正确的设置，搁要加装电幕线和电幕器，才会当真正确保安全。我们这个是高电压、低电流的方式，其实只是碰触到你会一个痛感，完全不会电到人的一个这样子的防范措施。所以野生动物靠近它就会跑掉的，并不会造成野生动物的伤亡。林业保育署强调讲，用电网去拍蜡，也是杀野生动物，都是违法的行为。花莲县农业处嘛呼吁讲，千万莫疏失电网。造成了人员的伤害的话，那基本上检察官都会以过失致死或业务致死来提起公诉。林业保育署讲，综合家电围网会当降低农民的损失，收成会当提升3成。安全的电网是隔固定时间会放电，无亲像疏失的电网是关电压和关电流。当地议员嘛真烦恼，讲3年外来已经发生真侪摆，以假要保护农作物，所疏失电网去掠野生动物的行为。林业署讲会和地方政府来讨论，看要安怎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已经超过1个月了。联合国安理会伫英国、美国、罗西亚3国弃权了后，15头一届通过加沙地区延长人道暂停决议。不过，以色列军队去到加沙的西法病院了后，公布影像来证明，讲这病院内面有藏哈马斯武器装备。不过，这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说是谴责以色列军队行为，强调病院不应该变作是战场。另外一方面，卡达也用哈马斯50位人质做谈判，逼换停战3天。联合国安理会15是针对马耳他提出的加沙走廊冲突延长人道暂停这个决议做表决，落尾伫美、英、罗这3国的弃权之下，以12-0通过。这嘛是以下加沙冲突1个多月来，安理会第一摆针对人道暂停和进行人道援助通过决议。以色列坦巴勒斯坦的代表嘛对这回应。This council has just adopted a resolution that is regretfully detached from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Israel commends the Council for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239 hostages. The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hav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a long time ago. It should hav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now. 另外，以军已经第15攻入去加沙上大的西法病院，而且公布影像，表示伫迄处强震设备后壁发现哈马斯的武器和军用设备，证明病院已经被哈马斯利用，违反国际法。There is an AK-47. There are cartridges, ammo, there are grenades in here, of course uniform, and all of this was hidden very conveniently, secretly behind the MRI machine.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15是谴责以色列讲因伫西法病院的军事行动完全无法度接受，讲病院毋是战场。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15视察加沙边境，强调讲包括西法病院伫加沙走廊无以军无法度去的所在。美国总统拜登15伫 APEC 的记者会顶悬明确表示讲，加沙冲突若要结束，就要确定哈马斯已经无法度再有发动亲像10月初7攻击的这种能力，但嘛明确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I made it clear to the Israelis 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for them to think they're going to occupy Gaza and maintain Gaza. I don't think that works. 另外一方面，卡达第15嘛继续寻求和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人质谈判，希望会当有进展。目前上新的消息是，包括和哈马斯来放50个人质，来换以色列停火3天。公司新闻新闻编译。英国政府要把偷渡的非法移民送到卢安达计划6月予法院裁定违法，上诉了后，昨英国最高法院有关依持本地判决。不过，这判决出来了后，英国首相苏纳克遂宣布，准备要用紧急法案的方式，把这卢安达认定做是安全国家，希望遣送非法移民的飞行机帮，伫明年春天就当出发。保守党强生政府2022年4月所提出的，将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卢安达的临时庇护中心安置，并且禁止因重新登到英国本土的计划，一直做有法律战。6月和二审法庭裁定违法了，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15判决的结果出来，最高法院5位法官拢赞同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这项政策无符合国际条约内面英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份56页的裁决书也讲，卢安达有可能强迫想要寻求庇护的人甲难民，长期因有可能面临迫害的国家。It's a reminder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nd it's timely that governments are told that they have to sta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law. 判决结果出来了几点钟，苏纳克就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以紧急法案的方式，将卢安达标定成为安全国家，和遣送非法移民的班机伫明年春天会当出发。So I'm also announcing today that we will take the extraordinary step of introducing emergency legislation. This will enable Parliament to confirm that with our new treaty, Rwanda is safe. It will ensure that people cannot further delay flights by bringing systemic challenges in our domestic courts and stop our policy being repeatedly blocked. 英国到即马已经开1亿4000万英镑伫咧这项计划，不过去年6月第一代将非法移民送登去非洲的班机，伫咧出发进前，和欧洲人权法院介入，到即马拢还未出发。
苏纳克政府强调，这项计划伫咧协助英吉利海峡的偷渡行为是正重要。今年偷渡的人数自去年的46000人减做27000人，不过伫苏纳克年初所提出的5大承诺内面的停止偷渡船，抑阁差真多。而且也扩大保守党内部右派甲温和派之间无同的意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讲到这金氏世界纪录有真侪项，这个月为着要迎接这金氏世界纪录日，有真侪人来挑战纪录，咱做回来看嘛。一台大型皮卡机可2连的赛，所落来为2支日间的下空间2过去，将机尾创下2连2过80公分上下空间的金氏世界纪录。英国查甫人史威夫特最近伫金氏世界纪录日即天，通过进行跑纪录协办竞赛是足欢喜的。I've been driving on 2 wheels since the age of 7. Started on the garden lawnmower, so to get a world record that recognises that is fantastic. 中国黑人这个查甫人也有真功夫，看伊溜啊点一个骹手，就连续完成在伊的单骹倒向爬链，互人目睭拢紧起来。因为一般人用双骹做这个动作已经无简单，何况是用一支骹来完成，也顺利打破金氏纪录，得到主办单位肯定。周全挑战成功。今年金氏世界纪录真侪奇奇怪怪，日本纪录馆一支选手以30礼拜成绩打破2个人连续上荷兰式倒头再跳，也就是用手带骹跳所有的世界纪录。那美国宾州这个查甫人利用颈仔倒向跳，以3.07公尺的高度成就世界上冠。This is my 8th record now today, or I currently hold 8 now, and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that. 卡普勒斯表示，也不过继续挑战其他金氏世界纪录，目标是收集10张证书。虽然各界对世界纪录有真侪无同的评价，不过对追求纪录的人来讲，只要勇敢气持、真拍拼，都有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张慧敏评论。外界拢伫咧关心这南北合的发展。郭文德表示，家己当初是无考虑到个人，而且目前来看，这民调拢是郭文德较赢，支持者要有信心。也若侯友宜今仔日是向郭台铭发声，爱郭台铭回来。另外，民进党赖清德也批评南北合是伫咧分配政治利益，也批评郭文德讲过 AIT 要求伊爱解说中国敢有介入南北合，强调这美国无证据是未来问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德是发布多元族群文化政策，包括制定反族群歧视法、总统府原转会法制化、制定新住民基本法等等。政治人物中配邱春英嘛现身，但是强调讲已经表达卖甲伊放入去不分区。另外10月公布南北安怎配，但是北洋支持者反倒协商规则对郭文德不利。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民调的都是柯文哲赢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有信心呢？要有信心，柯侯配会赢啊，让老百姓可以心安哦。一些小小的退让是可以的。在野拼整合，郭文德讲伊的让步是要回应超过60%，希望政党轮替民意，嘛讲会抗红海郭台铭放下个人。另外，侯友宜下晡嘛发表原民政策，要照顾原住民是大人的健康，振兴原乡经济，推动原住民族合法法，制定原住民族土地和海协法。对立营讲要甲民调灌票给侯友宜，侯友宜回应讲目标是政党轮替，佮锁定爱郭台铭回来。人民利益国家摆第一。政党歧视，个人更没有，所以外面风雨我们根本不在乎，一起关心，一起努力，郭台铭永远跟我们都会站在一起的。小心前面有阶梯哦，小心前面有阶梯，来小心哦，哈，不好意思，我等了以上会谢谢到我。郭办讲南北合无代表就无法度过瓜合，两个人永远拢有讲的空间。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批评讲，南北硬要斗做伙，佮分众权力，两个唔对的人伫政治上无负得正这种代志，伊有信心会当赢。另外，呛声郭文德留涉 AIT 敲电话问讲南北合敢唔中国介入的代志，是无外交训练。美国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不会询问柯文哲了。倒是比较罕见的，柯文哲竟然公开的在电视上把它讲出来，违反国际的外交惯例。对郭文德讲，美中拢介入台湾的选举 ，AIT 是发声明回应，强调美国伫台湾的选举袂去徛平，会拍拼去公平对待所有参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造畅水南泄漏的风波，经海军顾问过署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拢互指控牵涉到创水南国造资业泄露出去的外犯罪。高检署今日头一届用外犯罪他治案，证人和被告的相定身份传过署来问话。过署表示讲会提供予检方甲韩国顾问完整的这个对话录音档，而且伊也批评马文君是台湾的罪人。想逃，但是逃不了了，所以我就说马文君你跑不掉啊。替家己作为抓帮前海军顾问过署，指控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是台湾的罪人。各组检南泄露秘密风波继续伫讨论。各组检南调集人黄曙光进前指控有立委一直伫变鬼，各讲有军火商甲中共泄露秘密。高检署主动分他治案，过署点名就是马文君甲检南相关资料交予台湾政府，牵涉到泄露国防机密的外犯罪嫌，抵诉韩国厂商扣人起诉。马文君颠倒告过署甲人诽谤。高检署16以外犯罪他治案证人甲被告相同身份传过署，过署讲伊家己有传咧等。马文君所说的说，我只给了录音档，对不起，他给的是3000个档案，他给的是所有的图档、文字档、开会记录。你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罪人，为什么我一直要追着你不放，抓你这只大泥鳅？是因为你愧对所有台湾人民。若是互国民党台北市原市卡心告涉犯泄露国防机密，甲违背对外事务委任罪，过署否认叛国，颠倒讲市卡心用假过录音是故意陷害，会提供检方甲韩国顾问完整的录音，了解代志的真相，叫马文君莫阁闪。黄曙光或者像潜舰小组的人员都没有人出来说话，可是为什么这些媒体、名嘴、报纸、周刊，甚至这些网军侧翼都可以信誓旦旦的一直不断的攻击？那这些消息来源都从哪里来？就是军火掮客。过署一直讲伊泄露秘密，马文君讲各组检南泄露秘密是军火中介所做，也证实17高检署要传伊去问是外犯罪他治案，伊会到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发生一桩查甫老师性侵害国小查甫学生，而且佫替一个囡仔生一个囝的案件。这个老师呢，互桃园地方法院重判17年6个月。桃园市教育局表示，讲这位老师已经互改聘，机器人也拢袂当教册，也继续辅导这位被老师侵害学生。桃园传出一件某一个国小姓齐的女老师，2020年担任高年级班导师，伫早自习、孝道也是音乐、体育课性侵害查甫囡仔至少9届，甚至佫有新生一个囝，去互桃园地方法院，依照对未满14岁查甫囡仔强制性交，也甲性交等罪重判17年6个月，也可以当上诉。违反教师专业伦理等情节重大、终身不能聘任的一个情况，经学校依教教师法予以解聘。那并登录于我们教师不适任人员系统中，以避免老师再度回学校任教。教育局表示，2020年9月2日通报好亲像校园性侵害事件，随启动性别会调查，已经改聘女老师，也订立无责任教育的人员系统，所以伊终身袂使阁教册。即马卖持续督导学校积极追踪加辅导被害学生囡仔。对受害者的照顾是蛮重要，还包含在这次上了新闻。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对于受害者、受害家庭的部分，到底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立刻再去进行相关的协助，并不是进了司法就好了。针对这件老师性侵害查甫囡仔事件，人本基金会表示，过程对囡仔有真大冲击甲伤害，必须提供相当的资源系统甲心理咨商协助。也讲到，校园是一个真好入手的所在，这个性辩会处理有疏失，应该要扩大调查，了解当事老师的行为是毋是敢限制这个个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北部水汽会较高，会落雨，而且愈晚是愈冷。明仔载拜五，因为这大陆冷气团落南，拜六礼拜上介寒，也那中南部呢早暗温度会差10度以上，请民众爱特别注意。但是后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水汽变高，会落雨愈晚愈冷。气象署指出，到下暗气温会降到17度。所来拜五大陆冷气团落南，到拜六礼拜是全台湾上冷的时阵。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各地早暗会较冷，也那中南部早暗气温会增差10度以上，民众都要穿较少嘞。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还有马祖的部分，最低温将会来到12到14度左右。那再来的话就是南部地区跟
花东以及我们外岛的金门的部分呢，最低温也是只有15、16度。那刚刚讲到这一波秉性是比较干冷的哦，所以在比较空旷近山区的部分呢，温度会比我刚刚在说的还要再低一些啊，甚至不排除有接近10度左右低温这样的状况。但是因为方面通过，气象署指出中部以北依然含花莲大东较会落雨，但是到下暗水气就会明显减少。到拜五，敢若剩东南部会落小可雨尔。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即届东北季风力较强，毋但沿海外岛要注意，西半部嘛有可能会出现强阵风。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沿海空旷地区跟外岛呢，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哦，所以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空旷地区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西半部的比较内陆的地区呢，风力上来讲也会比较大。气象署呼吁民众要看天气，下山唔通去冷着。按礼拜开始，冷气团就会减少，到后礼拜一，北部、东北部含东部才会变好天，气温转小落。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国际癌症研究总署伫2003年已经把槟榔列作是致癌物，是因为这本身的槟榔树、槟榔枝伫播的过程就会产生致癌的成分。消基会呢也去抽查这槟榔担，所以也发现讲超过5成业者会卖予18岁以下消费者。因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立专法管制，莫予槟榔继续危害民众健康。根据卫福部2021年的统计，喙腔癌伫10大癌症死亡率当中排第6名，其中有8成5以上的人有播槟榔的习惯。但是国内针对槟榔的买卖和健康危害标语等等，一直拢无真照整的规定。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根据调查全台湾53间槟榔档，发现讲有56.6%的业者卖予技术未成年的消费者。连穿学生衣服看起来就是学生的，未满18岁还是一样照卖。那这部分呢，大概有30家的槟榔摊呢是有这样违规的这种现象，所以呢，这高达超过5成的呢，这个槟榔摊呢是违规的、违法的贩卖槟榔给未满14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哦。消基会指出，目前干那日小法有规定讲，任何人若是提供槟榔予18岁以下的人，会当罚1万至10万的罚金。不过，针对其他的管制措施，拢无相关的法令。消基会呼吁讲，为着国民的健康，政府应该要赶紧定专法来管理。目前我们针对槟榔的防治部分，真的是进度非常的落后，其实也甚至是完全的是没有进度。槟榔对于健康的这个危害的部分，并没有设立一个专法去好好的积极的管理这部分。我们要呼吁，能够在这部分能够加强然后加快它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脚步哈。槟榔只是一级致癌物，它没办法用食品来管理。槟榔防治就涉及到很多的面向，我们各界的共识还在凝聚当中。消基会嘛建议政府会当把槟榔的管制征收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比较烟酒爱有执照才通卖，也是讲另外立槟榔专法，建立完整的管制措施，维护国民健康。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目前公立幼稚园的导致除了编制内工友真侪拢是签契约的。以新北市来讲，一个月基本工资26976块，真少人带会调。这市议员也讲，目前导致阁欠100人。不过教育局表示，讲目前公幼的导致已经有够人了，而且也建立9任加薪水的机制，上侪会当到3万4。新增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囡仔才开始1点钟会困到。2位总铺也要当休困，洗完中昼等的餐具，赶紧准备下晡的点心，边行寒食。蛮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它是真的是很累，对，因为它是繁琐的事情很多，而且你要注意卫生啦，然后食物烹调啦，然后适不适合小朋友的口味啊。有21年总铺主力的菜面是编制内工友，伊讲要准备4班120个囡仔的餐点，也有真侪代志，这个人是真无闲。原本教育局统一定选禁用一位契约总铺，只做1个月就离开，好加在各有代理总铺来。这种工作很辛苦，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提高薪资，让有兴趣的年轻人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工作的行列。编制内总铺月级上悬33196块，契约禁用总铺甲代理总铺只有基本工资26976块，做较久拢袂调，人安怎点会久咧？新北市表示，当年办理2摆总铺评选，未来建议用分区多场处办理联合评选。那今年8月已经建立公有契约禁用总铺规定机制甲进行科学制度，相关会当有34480块。预备要做一个说授权各学校可以
自行招考那个厨工哦，那这样子应该有助于这个企业禁用厨工的一个稳定性。行政国小校长也是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张信武表示，都会区工作机会较侪，真侪都会区公有颠倒欠总铺，不过各地财政情况无同，期待教育部会当统一提悬条件甲起命令。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北门有一间公庙庙埕，昨暗有2阵人伫遐车拼，开枪开卖90枪。上界奇怪的时阵是找无这枪支壳，而且也无枪件的分者，才有可能是有人来收买。警方透暝抓到这个嫌犯，初步检判应该是供电利益纠纷。两边的人是拢有熟识，拢是为着要冒工停煞，因为超卖好势来起冲突。第一声枪声了后，公庙广场3查甫人开始找所在位，其中一个好亲像开枪拍倒转去，现场枪声大响，双方拍将近10枪。不过警方校定了后，找无人，嘛找无枪支壳，好亲像互人故意清理过。敢有睇到人冤家啊？无，拢无声，大细声拢无，拢无，佮车驶过，佮驶过来安尼尔。15暗时这件枪击案，警方调的监视器锁定真侪人，16中昼前抓到7个人。初步了解，两派人马拢是当地人，好亲像拢有意申报供电工程，过程煞冤家。可能前几天有一些口角，因为小工程上的口角啊，其实双方人马都是在地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去年9合1选举前，才有供电利益纠纷致死客家800枪案。这届总统大选前，北门阁亲像因为供电利益开枪时机敏感，也后市长黄伟綽坦白讲，有可能都是有人伫政治操作。利益分配的事件，应该可能会被人家政治操作。是，所以我想我也会要求警察局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主嫌跟相关的嫌犯能够缉捕。警察局长今仔伫议会总书记应该讲啊足清楚，交政治交选举无关啦吼。我希望各政党的人应该相信警察局。地方知影警方的人是讲，客家800枪案是双方讲好爱付钱，却无付，才会起冲突。不过唔知影这件案件是毋是嘛同款？国民党议员是爱民进党唔通伤高兴，警方早就排除甲选举有关，外界应该相信警察。嘛讲政府若是要杀供电，嘛都爱释怀保障合法厂商的安全，才会当避免因为利益问题的社会事件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更较侪人投入台语歌的创作，高雄和台南的文学馆拢有举办台语流行歌加台语念歌的创作营队，透过3天2夜课程创作台语歌曲，用表演的方式来呈现，也了解到母语的文化。夜夜步古早是好夜觉，要嫁娶就来遮敲金马。学员用唱的方式来唱出高雄盐埕历史。上课才半天时间，就开始创作歌曲。参加台语流行音乐创作营队学员，当中30多人，分做6队。因有人是导演，有人是业务学生等等。虽然无一定会晓写歌，不过大家对台语拢真有认识。因爱伫3天课程当中完成一首台语流行歌。嘛，这现代的环境，足侪少年人其实嘛想要讲台语，但是外部的人，大家拢讲华语的时阵，佫有一部分的人会来讲你台语讲了无好，无认同安尼，其实这环境真痛苦。对于这个歌曲来讲，吼是一个学台语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啦安尼。这摆台语流行音乐创作课程，先为台语歌的历史演变开始了解，嘛互学员知影传统乐器北管是要安怎加入台语歌的创作。营队并无限制主题，也是歌曲风格。学员嘛是来自无同世代，大家做伙发挥创意，完成歌曲。希望讲就是透过2摆的营队，台语流行歌，佮有念歌的2个营队，来甲即马无同世代的学生学员做伙来学习，安怎来创作流行歌，安怎来创作念歌。今年毋但伫高雄文学馆有台语流行歌创作营队，伫台湾文学馆嘛有台语念歌营队。主办单位希望学员毋但特别创作，嘛爱大声唱出来，大家用音乐来交流，来做出新世代台湾歌。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有一个23岁少年导演陈艺，伊对台湾的信仰文化真痴迷，当日部准备制作一部以信仰为主题纪录片《三清》，伊希望透过镜头，让大家认捌台湾各地头的信仰故事。
点香拜拜，伊是今年23岁一道演单家。这个所在是单家定来的武吉主皇宫。关在细汉讨业神佛的单家，伫一摆供庙服务的机会当中改变想法，就一头栽入去信仰的世界。单家伫通园做个记者，走过真侪供庙新闻，现主时也开始翕纪录片3000。为什么不把台湾的这个文化，让台湾的这个在地的构书把它捡起来，来做这样的纪录片？后来就想到说，民间信仰好像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就开始做田调的准备。真少少年人对咱这个道教也好，佛教咱这个宗庙的较有兴趣。找出一个台湾民间信仰共同的脉络，从这部片开始，愿意去探索台湾的文化。以信仰为主题，为2021年开始动工的纪录片3000，行大全台超过80间宫庙，记录信仰如何安打人心。除了通人知的大型宫庙以外，单家是特别关注武吉主皇宫这款地方的中小型宫庙。可能是它还在发展中的阶段，那它很多时候它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关注。胜过于一般的传统庙宇，它受到的光环真的已经很多了。很多时候我们锁定的可能是你从来没听过的庙宇，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是你在电影院里面重新的去认识原来有这样子的庙、这样子的故事？这个三不五时就来宫庙参视大炮地开讲的少年家单家，当然为3000募资。连台湾导演杨立洲也替这支片做感谢，望用少年人的角度认捌台湾文化。单家认为台湾的信仰文化真美丽，但是定予社会打上无好的标签。希望透过镜头，带大家行到全台大大小小的宫庙，了解这个珍贵的文化故事。记者郭长水桃园报道。戏西架是高雄市特定的传统文化活动，在日本的边境市也有一款西雅舞的文化。高雄历史博物馆最近就推出台日西雅舞的展览，小解两边的人西文化，增加交流。日本表演者摕西头咧人西，看起来甲台湾人西文化有一寡无共款。台湾人西文化是家己武术，嘛因为地区无共，台湾西有各地特色流派。日本人西是有天骨甲西，天骨会去甲西相拼。共款的这个宗教的意义底下，咱发展出来的这个跳法，甲使用的这个西的这个道具的形状，甲安怎来举办这个人西的这个规个仪式，其实就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一寡特色啊。为特别迎接这礼拜要登场戏西架，高史馆甲共款有人西文化姊妹市滨建市来合作，推出西雅舞的地点。虽然两个城市拢有西雅舞的文化，毋过有遮无界民俗，毋管是定势、西头甲服装等等，伫滨建市佫特别送回目录，用台语念出内容，播一段日本人西送互台湾的观众。親像玉山是滾滾滾。それから数々の交流事業を通じてですね、つないできた絆がこのような企画展につながったこと、大変感動しております。这摆展览展示日本西雅舞、乐器、服装，甚至有日本宁静移山传统西头。对滨建市的人民来讲，西雅舞毋但是祭典，伫日常生活中拢看得到。展览除了有台湾、日本两地文物，嘛有老相片甲影像记录，带观众来感受两地无同的人西文化。记者张一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随科学家透过创新的镭射扫描技术呢，用3D 的印方式印出一支有骨头、有筋脉的机械手骨，袂输是真的同款，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镜头当一个，这支机械手骨的动作，就和真正的人同款自然。随所所在是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透过创新的镭射扫描技术，结合新型的3D 列印，会当一摆印无共材质的材料，和机械手骨的结构和动作拢真有路。And we can give it tendons, we can give it ligaments, we can give it a capsule. We can reassemble the bones,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with one print process. 传统的3D 列印是伫个电脑控制之下，甲原料一层一层一直塌起来，再用主外顶甲每一层拢固化。但是这过程敢若让处理一寡较紧坚冻的塑胶料。随时这个研究团队是用固化时间较长，较会当存久嘛较耐用的塑胶料，去做甲需要活动的紧这种部位。
And what this printing technology enabled us is to have the soft parts be really springy, so have a low viscosity. So when I touch it, it actually springs back immediately. And this allows us to have a more natural robotic arm compared to the one that we were able to manufacture before. 研究团队搁伫3D 列印机加装镭射扫描，检查每一站材料敢唔平，再去调整后一站使用的材料量，确保上尾的成品会当正完美到做伙。And then here we have fishing line tendons that interface with the actually printed tendons and connect them to these motors down here. And if I pull on one of these fishing line tendons, then I can actually move the finger. 相关的研究结果和新谱的应用已经发表伫自然期刊。研究人员讲，后一步会继续探索新的技术和医学用途的结合。公司新闻简文编译。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15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